艺人林依晨出道多年，被封为零负评女神，演过许多知名戏剧，《恶作剧之吻》、我可能不会爱你、射雕英雄传等，更得过2次金钟奖。不但拥有高学历，甚至为了精进戏剧方面，前往英国就读硕士。而他昨天8日上节目时，因为冻龄外表，竟被主持人误认10多岁而已，让他忍不住开心笑出来。林依晨昨天上综艺节目，身临其境挑战配音，除了挑战动画片《神偷奶爸》，一人分饰4名年龄性别不同的角色之外，还全程以流利的英文替美国影集《破产姐妹花》配音，让现场来宾都赞叹不已。而节目中，77岁的资深主持人赵忠祥还一度认为2人相差50多岁，更直接追问他你10几，认为就算他27岁，也还是大50岁，让他忍不住当场大笑，赶紧直说没有。不过，林依晨其实已经36岁，冻龄的外表加上滑嫩的皮肤，让不少粉丝也大赞说吃了防腐剂的女人，不老女神。而她不久后也在微博发文，幽默地说报告赵老师，这几年有人说12，有人说20出头，我估计是2相加除以2，约莫16岁半吧。机智的妙答也让许多粉丝赞赏不已。